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2020年，明仔载伫要过去，真侪人拢是靠相片来孝念日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片，相片这个片。读做片，这是白音，又个白又个薄的形，咱讲是片，像咱讲名片。另外算白白薄薄的单位，咱讲一片，像讲一片房仔。另外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个性性地，咱讲歹撇片，文音读做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相片，无人讲是相片，这就是翕相机或者是即卖用手机翕来影像。第二个词读做鸦片仙，古早是咧讲食鸦片食甲条条的人，若即卖是咧讲一寡食薰食毒、食甲条条的人，冇人讲是燕仙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博物馆当日展览相片，翕到古早一寡人伫咧食鸦片、食鸦片仙，来变做燕仙哥，规个忙叔叔鹅拢唔知人。莫怪古早人咧讲，天下第一公就是食薰分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片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